动吃，来做事。这边啊，变成那个啊，一心冰果室啊。哦，这个我们进去怎么样？嗨，铁蛋，我看到漏点，嘿，漏点，你要什么改？你推荐？一听到是那些招牌啊，三色饼、绿头、凤头，还有乌诶，乌诶就芋头嘛，你最爱的芋头。我最爱。还有一间我当上的是那些绿头老梯头。梯头？梯头就是花生，我们叫地豆。哦，地豆或反头、翻豆，就是国外来的，每一个都很好吃。好，谢谢谢。很热啊，很热是，赶快开动。天使啊，应该设了当后生，你要点天吗？60年，哦，60年嘞！你知道我以前啊，读书的时间，来读的是中立高中、中立高中，然后下课的时候啊，才讲同学车哎，揪一揪，然后我们就会来这边吃冰。很幸福哎。对啊，所以你别带吐真的是本呢。如果回味一下我高中的时候的那种，好像你知道跟女同学试一下，偷偷约来这边偷偷约会吗？等下给试啦啊，吐你昂给。好，昂给是什么的？逛街。哪一种？昂哪一种？逛街啦。你那边总品送甜嘛？好。以前很多水果街。水果街。错，我们先吃。好。吃完带你去逛。好。有看到两位吗？头前出火车头，中立火车站。火车站。因为啊，按当年来大家都提讲，因为火車頭嘅位有動到義工，故所講兩位啊，出發展變動到嘅義工嘅 supermarket， 等下我就托你來去義工東南亞嘅supermarket， 東南亞 supermarket， 好不好？帶你去那邊逛逛，買東西。怎麼樣？好像1秒來到東涌來到泰國，對，你看到兩買東西，哇！你看到兩出東涌的是，我還想買兩個榴蓮筒，榴蓮筒，你可以吧？榴蓮哥，你看根本做的買東西轉去煮餐，我覺得我們買點材料，香料好了，好，先逛逛好了。你要吃什麼？來請。我請客，酸奶耶，餅乾嘞，酸奶。我選擇困難症，你選一個。給我選2種好嗎？你喜歡吃鹹咩？你喜歡吃鹹的嗎？鹹咩？好，鹹咩。給再過一個甜咩？甜咩？甜的。你看，這有斑斕，你做得嗎？哦，做得哈。OK。哦，我看到我做得買嘅東西咧，根本啦，我教你做嘅菜啊，你用啲料嚟做。好。我覺得大師教我，原住民有在用，就是比較特別的材料嘛。馬告。哦，馬告。就是珊瑚礁。哦，跟你用南洋的東西來比的話，我們找魚露，魚露有咁多種，有越南呢，有泰國呢。這麼多？對，有菲律賓呢。我們找泰國的好嗎？好啊。這個我看一下啊，我選這個好了。為什麼？這比較厲害嗎？泰國的好不好？好啊，感覺做不完可以喝，太貴了啦。這還有檸檬，看一下，貴的。這個好了，我們買這個好不好？好了，因為而且比較大瓶是嗎？走的。好哦，給你這個 TV 哩哩啦好嗎？我們在逛。哩哩啦，不是哩哩啦啦，是哩哩啦。哩哩啦，還不是一樣，哩哩啦，哩哩啦。我剛買完，我付唔齊，來不及，我想吃了，對不對？想吃，我要先吃這個，我要1秒都太貴啊！天哪，我現在已經味道好重啊，好香哦！榴蓮筒，榴蓮筒，那糯米製作的是糯米，
糯米纸可以吃啊，哦，真的吗？我不知道，我试试看。你不要。哎，不行。哦，它很，哎，哇，你嘴巴好臭。哇，懂贴片。我觉得你这一整天，你今天应该没有要跟人家接吻哦。哎，我以为它是夹心哎，但是它你看好有诚意哦，一层。我问你，如何？看谁？要隔壁巷子的老王。我们来买单。这个，谢谢老板。你 cop 听了哈？确定吗？确定。就这样。这个全部都是哦，170条。这么便宜？对，很便宜耶。那菲律宾的谢谢怎么说？萨拉马波。萨拉马波。哎，我们客家话叫什么你？哦，什么？什么？耶，什么你？对对对，什么你？萨摩尼。谢谢，哎，谢谢呀，萨马多，拜拜。拜。古时候讲呢條街對我嚟講有當到嘅回憶，对啊。高中啦，細細時節回憶啊，加食甜嘅，你食乜嘅？那有喊梅？有喊梅嗎？鹹嘅，喊梅。哎，兔你是鹹嘅，好你會當有名嘅。好，來，走。鹹嘅來了，鹹的來了。太好了。我这个念书的时候常来这边吃，今天呢带你来回味一下这个非常厉害的葱油饼。老板，我们要来一个加蛋，好不好？好。然后我们要招牌酱，我们要一点加一点辣。辣嘞，辣嘞，辣嘞，辣。因为啊，記得啊，有看到冇記得，全部會現做。对啊，我刚刚看到了。故事講大白都在等，老板现在很忙，因为他的单接不完，真的所以老板不要紧张，我们可以等你。啊，好了，这么快谢谢老板，今天我是中立地头蛇，谢谢我要带原住民的朋友来。对啊，而且我第一次来。嗯，好生猛，好吃。好吃到你都唱你的泪崩了，所以眼泪要流下来。以前呢，我读书的时间啦，有前那火茶条嘛，我们还跟很多同学来这边各自要回家，可是会先来买一份葱油饼，然后配上珍珠奶茶，然后我们吃完之后呢，就会舍不得回家，同学就说，哎，我们去哪里书店，我们会去里面看很多参考书啦，或者是看一些自己想看的小说，然后就是逛商圈，然后可以再吃一些小吃，然后譬如说再去转角吃一些米粉汤啊。感觉这里很多很好吃的。列出来我高中时代当上年的时光，虽然这边变化很大嘛，然后以前跟头前有眼饭就圆环，圆环。对，然后但是呢，就吃到这葱油饼，好像回到那一年，就是你这样吃就马上对啊，回到以前的时光了回来。老板给我再2份。没关系，我刚刚在想说，这么好吃，我想到了可以做菜，我们就买。可以吗？葱油饼哎。老板，请问你们有冷冻的吗？哦，有冷冻的，那我买一份好不好？你先买，我要吃。我先买，来一份。哇，哎，真的好好吃。我觉得它很厉害，就是除了这个饼皮厉害之外，它酱很厉害。对，哦，来副酱哎，哇，好棒哦！老板，这就是辣酱跟你们的招招牌牌，对，好棒哦，谢谢老板，我们今天好好用这个来做菜。好，我好期待。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拜拜喽，好好吃哦，赞，拜拜。盖你去总品上天呐！哦，你看到吗？看到吗？你吞来，我吞来的木虫，好可爱，好可爱哦！哎，可爱叫瞪一下，瞪一下，瞪一下，瞪一下就对。很忙。哎呦，他不理我了，拜。前面还有。哎，去总品上天呐！你有没有吃很饱？不够饱。不够。不要这样，我吞来的味啊，因为你收养，你属羊啊。对。一进来就有羊迎接你，而且很多种不一样的耶。超！而且我们在桃园中立这边有这么棒的地方，你有听到那个孔雀叫声吗？你叫一声，叫一声。我还想说是什么动物？孔雀。香港来了味料啊，
牧场那个主人，龚先生、江先生，江先生厉害哦。好他这边养了很多的羊，你看还有很多的游客啊在那边。对啊，喂羊都可以随便喂他们。对对对，哎，龚先生，老板，两位好，你要去哪边啊？哪位去喂羊？去哪里喂我家的宝贝哎，爱做的田的去嘛，做的。做的。第一种羊叫绵羊，我们先去喂绵羊好对，好，哇，刚才你看到俺用，来走。来，我给你们带你们去哈。哇，好啊，哎，很强哎，我们这里的都是绵羊啊。绵羊。哎来了，我们要喂羊要分啊，那你可以让他自己抢食哎。对，通常他们就喜欢吃牧草分一点。好耶，好可爱，给我咬。没咬你，过来。通常 Andy 过来按那 V 黑嘛。对，来了，这里也可以啊。哇，哎，他怕品种是共用黑嘛？这个是瓦莱黑皮羊跟雅各布繁殖出来的，这个是跟黑肚绵羊繁殖出来的，哦，所以绵羊之间可以繁殖。来懂熊哦，真的哦。对所以他们没有那种所谓混种。山羊跟绵羊就不行了。哦，山羊也有好多品种，但是之间可以。他们是可以的。不要害羞，过来。哇，哎，我好想问哦，他们会你会黏吗？会热吗？这个还算小羊哈，如果正常大羊的话，在每年的5月的时候，我们必须帮它修剪。毛很厚。你捏的5月6月之前，我们就要把它修剪短毛。那这边来啊，带朋友来啊，看到按讲嘞，你除了有血养的之外，我看到孔雀，有，兔子、鸭子、孔雀、迷你猪、青蛙、羊驼、天竺鼠、土拨鼠、豪猪、笑笑羊、水豚君。请问刚刚第5个是什么？啊，水豚君。对，不管哪一个就水豚君，因为它叫卡皮巴拉嘛，小朋友好喜欢。哦，错。对，故说讲等下，你有机会看到你学的其他的动物，对不对？做的，我带你去看。故说讲了规则的延期，对，从整个羊啊，然后生产的食物啊，连建设、连草、连树、连花，哇！我知道你要问的都是我自己做，很脏的，好厉害哦，3條。既然這張嚟啲冇停太久，你去下笪地方看真係可以看埋個動物好嗎？好，我們現在去看我們最主角。好，主角是我們家的山羊。來看一下山羊。好，都得來去。好，可以協助你。我緊張啊，靠地這樣奶。2個手指拇指扣緊。啊，扣緊。哆來咪。這叫扣指法。有了，有點哈，來。要乾杯。Cheers。確實，然後你放在嘴巴要滾動一下。哦，滾動一下是不是？我有點害怕。不怕了，我還夠嘞。怎麼樣？好，沒有味道。沒有味道。牛奶的，就正常牛奶，而且有甜甜的味道，草的甜味。懂吃，來做事。哇，这一些都是我们家养的经济动物山羊。你看到这个羊叫赖满椒，賴滿椒，椒，對不對？那你看到这个耳朵比較大的，超大的，这个叫魯比亞山羊。魯比亞山羊。前面这一只是這個波爾茶的波爾羊。对了，波爾羊全部都會散蛹出頭哎。对，都是山羊。散蛹。它嘴唇很薄，所以如果你也放在外面，它会把树的皮都啃掉，哦树还有草的根也会吃掉，所以一般来说不适合在外面。台湾的土地太珍贵了，對，所以我們圈養。那跟牛酸血啲啊，幾隻牧場嘅羊有幾多隻？170多頭，因為我們現在有做教學哈，觀光或者是休閒的部分，我們沒有養太多的羊。那我們這邊餵完差不多了，接下來講太狗兔你看馬街好嗎？可以，好了，走了。那我們就繞我們園區一圈，看看我們什麼動物就介紹給你。好，走了，走吧。來了。那我現在要帶你的是去餵卡皮巴拉。卡皮哦，小朋友水豚君，這個小朋友很喜歡，所以我們也讓你去體驗。好，我們告訴別人，我們家有水豚君。他也吃這個嗎？對，他也吃草，他吃牧草，他也是草食動物啊。他很喜歡水，他一定要泡水，他皮膚會乾裂，所以我們有水池讓他泡水。所以日本又用溫泉給他泡水，就爆紅了。哎，你看到當到其他的素菜啦，佢就喺本地你就去名記啊，不過其他比較小隻，大的也可以。但我要跟您強調，動物都有它的不經意的野性。
哦，那我们其实要跟它接触都可以，但你除非你是饲养员，因为有时候你不小心。突然一个动作，他以为你要欺负他，他就会有保护自己，会伤害到我们。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从旁边，你看啊，我们家的水豚一边要跑，为什么？为什么？你听到我的声音？为什么？我追过他们，因为他们曾经越狱，然后我要把它关回去。哦，哎，你太一大声他就吓到，他温柔一些的，对，再温柔一点。听到我的声音，他就离开了。那我离开，他们就过来了。我就先离开一下，让你们享受。董太公还需要，哎，好，先离开。我正想要问他问题。刚刚你说有羊奶这件事情啊，那一定的啊。都得吐 Andy 去挤羊奶吗？我会让你有机会。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喂完，我们就马上去了，好不好？喂完我们就去挤羊奶。好。好，来，我带你进去，来我们的体验会。董事长，来摸一般的一般来聊的游客有这样的体验？我们有，我们带过，不敢讲说好几十万，但也有10-20万的学生来探索生命的泉源。看哪天毕业，我们要来挤羊奶吗？我挤过我公司餐牛奶，对牛奶我挤过，对啊，可是那个我都不太敢。2个2张哦，2张2个。好，那我下来用板。哎，可是我挤羊奶，我怕他踢我，没有那么简单，但也很简单，马上就会让你体验。但我要教会你方法。今天我们是做教学，回到传统的方式，用手挤。所以你要挤羊奶的时候，手要借我哈。是，有一个大拇哥、2母弟，要做好朋友，OK。啊，这样 OK。对，那这个就是扣住羊妈妈的内内，扣住了，对不对？然后缩起它手指。你也可以喊哆来咪，哆来咪。如果你没扣住那个奶，这边有一个乳孔叫括约肌，挤的时候你没有扣住，它会往上哦，就挤不出来，你会用力，再挤不出来就变 OK 了，它就受伤了。挤羊奶要很温柔，那它会有舒服的状况，泌更多的奶给我们。那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任务交给你。什么任务？因为借这个机会，我要跟我们所有的民众推广我们的农业。羊奶没有腥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导正。对，但奶神共踢一遍，我先说第一遍，我真的很怕羊的味道。那没有关系，今天之后你就不怕了。好，我先教你扣住哆来咪，那我示范给你看哈。哆来咪，真的扣住哆来咪。看起来怎么这么轻松？你们2位就自己来吧。大哥先，可以协助你。我紧张啊，靠地挤羊奶。美丽的羊妈妈。好，你说扣住。对，扣住了。哆来咪吗？要吗？哆来咪啊，哆来咪。握紧就哆来咪。扣住，然后其他手指。那你挤不出来啦。扣住。你没有扣紧啊，2只手指拇指扣紧。扣紧。哆来咪。这叫扣指法。有一点哈，来。我帮你加持一点啦，你手看看。好，扣住哆来咪。我懂了。好，哆来咪。来，我们请你的有点害怕。一凡来了，一凡，好，我们请一凡来喝看。真的好特别的感觉。先一样扣住，扣上面一点，扣上面一点，要圈圈。好，扣住，然后往哆来咪。啊，有了。好了，我再帮你加持。我们比较害羞。好。其实没有。那我们现在要告诉各位不能喝，没有味道啊，不能喝。对，为什么？奶要经过工厂的杀菌，没有杀菌，我们怕有细菌啊，这很营养的东西，细菌生很多的话，我们就会生病。对，所以一般不建议我们民众，不要直接喝生奶。一般不建议。但今天很特别，我妈妈检验过的，没有生病。奶挤下来还来不及繁殖细菌，就最新鲜的出上来。对，你告诉他们答案哈，要干杯。Cheers， 然后你放在嘴巴要滚动一下。滚动一下是不是？我有点害怕。不怕了，我还够嘞。怎么样？好，没有味道。没有味道？怎么没有味道？有奶味。奶香味。你现在在嘴巴里面让它来，1、2、3，旋转一个，先旋转个2、3圈。对，含着不要吞哦。先不要马上吞。就是牛奶的味道啊！等一下，有腥味吗？没有，就是牛奶的，就正常牛奶，而且有甜的味道，炒的甜味。你懂像 Andy 譬如讲 Andy 生就我们去买牛奶，有时候我们要加热，冬天嘛那种感觉。这是因为体温的，是热的。但是我还是跟你强调，没有腥味就是没有腥味，所以不要先入为主，要你自己品尝之后，你才知道真的好喝的、新鲜的国产羊乳是没有腥味。
哇，讲那个刚安尼吸用的啊，当贴片的体验嘛。对，用吼，正经就像讲的，用那么嘛个面试，真的。竟然料理呢？我听说你们我懂油们的国产羊肉啊，也没有腥味哦，而且非常好吃。那我们还是不能无功不对受禄。很简单嘛。刚刚的动作还没完毕，我们还在喂其他我家的宝贝很多嘛，好还要你麻烦2位去喂你。继续喂他们。对啊，没问题我呢就去准备。好，啊，记得待会进餐厅，保持愉快心情。好的，去工作，好，保持更愉快的心情来享受我们帮你准备的丰盛的国产羊肉。那我们就待会见喽。好，待会见。好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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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你吃过你就会爱上。立马来尝一下。好，你还用那水果作为汤头，水果的汤汁，这个是清炖吗？蔬菜对然后有姜丝啦，然后完全就是用高汤的方式，就是蔬菜高汤，然后来煮这个国产的羊肉，跟其他肉口感又不是一样的。将这个，好嫩哦，也太嫩了吧！因为我刚以为，因为我们一直以为的羊肉可能吃起来会有点厚厚的，会有嚼劲会感。喷，会含晕，你含晕吗？这不会，这很嫩呢。因为这个是有挑过的羊，我们在我们这个餐厅用的都是1岁的羊，而且它真的有回甘呢，它有回甘。那讲太讲，你练农场几久的农场？83年我开牧场，有餐厅吗？没有，那时候是专业的牧羊人。牧羊人。那我学以致用，我学畜牧，我嘉义农专毕业，我也学兽医。那我的梦就是开牧场、开动物园。那山羊养了很多之后呢，我们挤羊奶。那我们挤羊奶是要交给工厂做原料。当时价格也很好，结果它倒掉了，我生产者就没有保障了。所以我后来思考说，人生不可以拼命的埋头生产，然后不管市场。所以呢，我要讲到的是说，我就面对现实，我要去卖羊奶。我交羊奶给你，你会倒，我去拿公司的羊奶来卖。换你怕我倒，所以我卖得很好，我卖了4000多瓶，每天出了4000多瓶的羊奶。但后来因为我要圆梦嘛，我要开休闲的部分，我就把我牧场不能交羊奶了，那我就转型做成观光。做成观光，然后也是遇到鱼与熊掌不能兼顾，我羊奶就不卖了，我专心做牧场，推广国产的羊肉。拍手，很厉害呢。谢谢啦，谢谢老板。很啱講嘅啫，那因為也堅持，當做在受到安好是在用，比如講，你自己用的呀，对，到餐桌來，你自己一定有 top 過，一定有挑過，對不對？我们的羊有分公的、母的。那公的话哈，必须在5个月的时候帮它变成公共太监。你有沒有種像雞啊、羊？对的，羊雞。羊雞。对，我们就把它阉割了。那阉割完之后，它就不会有体味。其實那個體味是原來是這樣。你吃到的羊騷味就是因為沒阉割，羊奶酪就等於像羊奶布丁哦。羊奶西米露，我们有放了一点椰浆啊，就是很特别的，真嘅冇用嘅面呢，而且它没有那这个个骚味，还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食物，因为它是羊乳。講太個，我基本嘅啦，我唔敢食羊肉，都食按到嘅，我做得有隻要求嘛，做的，我想愛等下煮菜用來羊肉。没问题，来的料欢迎。那我们两行来开始弄，这个吃完，我们再跟龚太狗要羊肉，没问题，继续吃喽啊，继续好，你继续跟我们吃好。来，谢谢龚太狗，谢谢老板 ，OK， 谢谢你。我会认识你是因为我觉得小女生太可怕了。怎么用可怕2个字？你懂太胆呢，因为小妹妹。对我比较大胆。你出去 help boy， 走到后面换衣服。我就直接坐在后面的那个最后一个，因为前面椅子都很大啊，而且因为我换非常快，大概才30秒以内，没错，就啪，然后就换完。可能是因为你的个性这样，我们就变好朋友。对啦。懂吃，会做事。今天是怎么样？4个字的形容词：风吹雨晒，风和
错，缝缝热辣，哇，好难哦，也是缝热辣。硬辣。哎，然后呢，鱼加羊会变什么字？鱼加羊就是新鲜的鲜，超古送来揣苗都风和日丽，鱼羊鲜，超古送来拢哎，还有很多鲜发髻，哦，花枝发超髻，然后用哎，夹中它一个羹，哦，马上来好不好？好，来，所以来煮回高汤啊，我现在要先熬一下甜味。好这个的，甜味之前呢，还龙太给他讲，其实我有厨师执照，你也知道，我知道，我还是要表现一下我的刀工。小心小心，来喽，这声音听起来，太大力也是会吓到羊。好，切丝之后呢，我们客家话的高丽菜叫玻璃菜，玻璃菜，对，我们叫玻璃菜，高丽菜叫玻璃菜，好像可以再多一点点。对，来我觉得可以再多一点。有了绿色，哎呦妈该，哦，红色红萝卜，凤菜头。凤菜头哦，红的菜。我们先熬一下喽。所以白萝卜好就是白菜头。不要乱讲话。我不知道。就揣头，就揣头对，揣揣头头。好，请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好。让我打4个蛋，然后我先处理一4下颗。蛋是吗？对，我先处理一下这比较难处理的花枝哈。我们好像踢100滴 no boy 安尼用它煮出来，你说第一次这样在就是在户外玩呐，我们2个而已啊。你还记得你用上用板音色的吗？我出道那年，我们那年不是在台中有个活动，哦然后那天你们也是那时候同班同学，我是团体嘛。对，你们是团体，哦，你们没有那个交通工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那个时候对表演完毕，然后因为我们公司就是有个大的保姆车，你看新人怎么那么好，我们就没有。当时从台中回台北的时候，那个2个多小时的车上的时光，真的耶，跟彼此就是越来越熟。而且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一上车的时候，我就先到最后，就是你讲，我会认识你是因为我觉得小女生太可怕了。怎么用可怕2个字？你懂太胆呢，因为小妹妹。哦，对我比较大胆，你出去 help boy， 走到后面换衣服。我就直接坐在后面的那个最后一个，因为前面椅子都很大啊，而且因为我换非常快，大概才30秒以内，没错就啪，然后就换完。可能是因为你的个性这样，我们就变好朋友。哦，对啦，好，我现在处理好了，我觉得好硬的部分呢，我们就先不要，就你给我个不要好了，这好，我们就不要好了。接下来你要帮我一件事，哦，好的，这个是要怎么样？这个蛋多漂亮，我们要跟他的好朋友羊在一起，好不好？生生世世。哇哦，帮我糗一下，我要帮你糗用筷子好不好？腌一下。我们有这样子在户外出国或是在国内玩，有出去玩，但是没有这样子。某驻川，可是我没有去过巴厘岛，你忘了哦？啊，对，然后那次很衰啊，交往了一个会打人的男友，而且还是我救你。对，然后要出国之前呢，我还摔车，他载我要摔车，我整个膝盖这边全部都是。我觉得他根本就是给挑丝，挑丝是故意的，让你可能不能出国，没想到。然后去了之后发现你要去玩水，就那个还来，就一切都很对，好像是然后到最后一天，没有，你中间还被鬼压床。然后呢，我们明明都吃一样的东西，喝一样的东西，玩一样的游泳池，去一样的海边，但是为什么我游泳下来之后，然后我嘴巴就像那个香肠嘴要大肿，记得吗？然后你还大笑啊！那时候因为那时候笑翻啦，那时候手机没有拍照的那么好，不然好可惜，应该把它拍下来。正经好讲，真的很衰。你是按多年啦，其實要當到好嘅、壞嘅，你全部有經過，就是有一些好的啊、壞的啊，我們也都經過，對不對？對啊。好，我現在把香菇切片了，對不對？對。然後呢，為了讓這個高湯更香，我準備要把這個水呢，香菇水，對，加進去，然後讓它滾。好，那幫我開火會嗎？開火是嗎？我覺得羊肉啊，這次吃了，我覺得真的是還真的蠻好吃的。我這麼怕羊味的，對，好，有嗎？需要有火了，加一點點油，我只是要把它過一下，把它的那個肉汁鎖住。好的。你給我一點點那個什麼東西？醬油好不好？好的。我想要本給它 set 啊，它講的喂。set 呀。它的 set 就是它的顏色。
我要出帮用松一点的色啊，我不要炒得太熟，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下汤里。哦，那应该可以了，这样就是起来了，对不对？是的好，。我们就把它放在原来的这个碗里面。好那的。你可以教我几句泰雅族语问候，譬如讲，问候的你客家中文讲来讲泰国你好，吃饱嘛，吃饱嘛，就是吃饱了没？哦，就是是问候语，问候。说，哎，你不是原住民吗？原住，没有，我讲原住民就是 logasu，哦，老家属哦，哎有点加油的意思。就是哎哎呦健康啊，你就是也可以讲你好，那你就是问他说，哎，你还活得吗？你活得很勇健吗？大概是这个意思。真的哈，好，两肉超好哎，纯俩发鸡咩种好哎，你帮我一个忙，把这放到旁边好了，然好后的。弄来拿沙茶酱。好哇，滚了！你有批斗吗？什么叫批斗？闻到。哦，哦。哎，我先加沙茶，再让它滚一下。跟来你哈弄加你切好的发鸡落下直去，接下去， Yeah，下。哇，然后呢，弄你的羊肉放下去，把我们的羊肉好，羊肉再下去。把它丢下去。哎，有没有？接着给我蛋哈，然后你帮我勾点芡、菜白粉。好，我现在要下一点蛋液。哎呀，你看吧，锅子不够大。帮我一下。好。重点是料真的很多。对啊，本来就是汤都这样啊。要跑出来哎，我真的不讲饮食啦，我就是不怕哇，饮食。这如果有粥也是很厉害。真的，来，啊，盖起来等一等一下下好了，因为我们东西等它，我们等太多它，我们等它。你有看到我滚哦？滚了。耶，香不香？好是我喜欢的。哦，也是我喜欢的。你啊，拖出最重要要加入客家係乜概念冇？油葱酥。哦，耶！哇，客家油葱酥是不是百搭？对，好，加进去之后呢，加油讲到，哎，那马该砍鸡，就是勾芡。勾芡来，你帮我倒，好不好？慢慢倒哦。来，弟弟我很害怕。慢慢倒，来，你来好了啦。哎，吃哎，就是慢慢的，你知道，慢慢的加，然后还会慢慢的勾芡，然后你帮我拿一下盐。盐巴吗？哎，答对了，盐耶，盐，我还是听得懂的盐。帮我对，帮我。没关系，我就让我用摇的好了，因为用转的它可能会。好，算了，兩個人都差唔多誒，不如滾一下，要滾一下專門嚟，嗱就加料，哦，這個很重要。兩多嘛該，九層塔，哎，你客家放很多七千菜，七千菜，對，七千菜，七千菜，我們這樣加下去，哦，有沒有好看？好看。這道菜就叫做風和日麗魚養鮮。我人生并不觉得我有一天会做一张母女专辑，还是创作的。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我觉得我没有能力的。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只有你自己想象出来你不行，你只要先做了，你就知道能不能。你只要努力先去尝试，你才知道你能不能。对，所以我觉得我在你身上也看到了很多无限的可能。懂吃懂吃，快做事。哦，介紹咧，你近邊有去買蔥油餅，葱油饼，蔥油餅，跟哪種嘛該？我要做的就是一心只想葱高高。沙律做嘛該？開始。我先做一个腌一下肉的动作。那我呢？你帮我做一个，我觉得最难的就是煎蛋。最難是煎蛋。对啊，小姐，請問要半熟還是？我觉得我要有恰恰恰，恰是哪一種？恰恰恰，我想要有恰恰恰的感觉。哦，哎，因为等一下我要我们客家叫恰恰恰恰恰，我要恰恰恰。那你自己啊，平常啊，怎么样？在家，我刚刚没有讲说家里有什么就煮什么，你其实就是有什么会煮煮嘛该。我们一定会有鱼、有肉、有蔬菜。那你对桃园印象是什么？桃园哦，说真的，桃园，我是认识你之后，对，才更知道
客家的一些，比如说你每次都很爱买那个菜包，菜包给我吃，而且跟一般我们吃到那个某包中庸，某 Q 庸，哎呦，讲得很好呢。对，只会这一句最好。那你自己的名字会讲吗？太嘎后，爱黑一反，真的很标准欸。申梦一安之 C， 拜拜。去哪里？我只会这个。跟他简短喽。好哦。来咯。最喜欢就是蛋了。哇，有有啊，哇，有了，我有感受到了。你中马讲你最不会煎卵，你为什么会说你最不会就是煎？因为煎蛋要煎的好，真的是很不容易。哦，真紧哈。龙太太讲一下，你知道这个常识吧？谢谢。我知道，你就是比较因为怕专业有时候蛋会坏掉，通常保险一点，我们就是装在碗里。龙太太分享一下，第二颗蛋要下喽，下。哎，好了。哇，我最喜欢听到这个声音了。我没有闹过很多笑话吗？你很多笑话，你才多笑话。你可以讲你今天早上的笑话。根本日人想我出门的时间想，哇，你动作出来了撩嘛？我们很早就要出门了，结果我就非常早起床，我又很兴奋，跟人家想讲，出门不本发种时太冒汗，我就想说我的头发有点黑发长出来，我就要弄那个什么发粉，想要盖一下，对，让发色均匀。对，你知道你有倒过那个胡椒粉吗？就是它盖子没盖好，我就是这样，我整个倒在头上，不过现在看不出来了。他来的时候，他额头是黑的，这块是黑的，还没有擦干净。那你最近呢都在抹汗吗？该最近就是跟你一样啊，我们一起同时发了母语专辑啊。你要转新闻都吗？该，翻蛋也是很厉害，翻。对，其实我最不喜欢、最不会的就是翻蛋，真的哈。我怕失败，只好给专业的。你的母语专辑叫做 Must Be 幻境游乐园。Must Be。Must Be， 对。哦，它是念珠名吗？该意思？做梦。本梦，我们看到本梦。本梦。就发梦。对。本梦的意思。就是做梦的意思。对，做对咯。有恰恰了。有，我们先拿起来哈，先拿起来。你帮我放到这里就可以了。来凶啊！谢谢你。接下来我们要烙饼，知道吗？对，来喽，我们要下我们的重点。一心葱油饼，葱油饼。哇！有这个声音好好听哦。对。他说我不是说你的的声音，给你来给到片。我觉得2片就好了。好，做的。好不好？其实学语言没有那么难吧？没那么难，其实我觉得是环境。那你觉得？我小时候没什么环境。那你觉得写歌难吗？写歌很难，毕竟你发2张母语专辑，我觉得你很强。我倒是没有听你说过这个我没有，你说称赞你这个就是对，或者你是多想听到我称赞？我很想。然后呢？然后我就觉得你很厉害啊，因为你要从该怎么去着手写母语的歌曲，怎么创作？因为国语、母语甚至台语，因为这3个语言其实你都有创作。其实不管马语言、TPA 母语，我就说，特别是母语啊，慢慢会消失。你看，对，给别讲泰国，给处讲啊，其实我应该好好的把客语再学起来，我就鼓励他，不然你怎么跟羊沟通？我是这样，没有，我是觉得说，虽然你很早就会讲你的母语，讲客家话，但是你到自己发行自己的母语专辑是这几年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要想太多，做了你就会知道这个方向是对或不对。你觉得这样可以了吗？你 OK 吗？其实我觉得你 OK 吗？脆不脆？有脆吗？有一点脆，可以下一片了。好，你可以下一片。第2片哈。像像红鸭的皮肤，我刚刚说什么？像你的。我怎么会叫红鸭？红鸭是婴儿。红鸭也是哦。对。你看它有一种像，就是那个形声字，小孩不能红鸭。你们有这词？比如说我们的猫，尿。真的吗？我们叫尿。所以你爸爸是北原山尿。尿，我们是叫尿。好，你现在要切对不对？你好像卖葱油饼的老板娘。哇，然后来听一片，做得好，做得吗？我看看，做得好，可以，当然我是大师手，不要小心。
给 Andy one vlog 哎，好吗？好，你要换锅对对对是吗，我帮你切吗？还是你就换过来？你换过来好。好啊，你要帮我切是不是？可以啊，我帮你切，你调酱。好，都酱汁这个是最困难的部分。哎，刚刚困难不是？困难，因为困难。如果调不好，对，就就怎么样了？怎么会就真的呢惨？你觉得我的酱油2汤匙可以？我觉得你可以慢一点，然后可以调一点点水。一点盐，一点胡椒。哦，哎，鱼露很咸哦，你要注意鱼露一下哦。非常咸，我是觉得一咪咪就好。好，那我先帮你热锅喽，可以吗？好啊，它需要热一下。就是酱油其实是上色的部分，白醋是不是可以稍多一点？可以，不要太多，因为它那就一样1匙过酸好吗？都在。毕竟如果我就一起，等我等你要先下我下油试看看嘛味道。然后我要加点糖、盐糖，糖我也加1咪咪好了。好，然后是不是要加点水？帮你切好了，我们1星的葱油饼，我先把所有的葱姜蒜，还有洋葱，对对对，好的，我要下喽。好，没有声音。没关系，我们就慢慢的煸它，很好。有听到声音了。哦，可以按下天雄，我们那个爆香叫天雄，天雄有香味了，有，而且颜色好好看哦，颜色是很真的亮眼的。反正我如果做不好的话，徐大师这是我的问题会吗帮忙我。可以。你那么厉害，觉得我们厨神这样就级的人好不好，好，哎，你挑不挑食啊就是唯一不吃一个没意义的东西。 ？No， 我知道是客家人最爱的真的假的？盐水耶。想在干嘛这样？我不行哎，你可以下了吧？可以。哎，好，你好呢？你家弄木米，还有木米嘛，木耳、玻璃菜，玻璃菜。嘿，还有葱先下去了，对不对？对。好，然后我们要先拌炒匀之后，再来加后面的调味哈。好。把食材先炒软。好哦，来哦。那放蛋我因为蛋也是熟的啊。对。 OK 的。哎呦，我刚没做的都让你了，是不是？没有啦，然后就啪，整个，毕竟你也是会这样的。Thank you。胡椒，哦，这个好重哦，我翻不了。好，哈。重点是要把酱料放下去才。还有这个，对，才能够放那个。好，来喽，要放上去喽。来，哇，这个真的是很下饭呢。好，先拌炒一下，再来试味道。好，你最后是不是还要弄柠檬呢？现在要弄了吗？那你要关火。很好吃，东后吃嘞。好，我现在关火。那我要加喽。可以。哇，有香，来吧。我觉得是加，这样就可以了。真的吗？这样就可以了。啊，它是好可惜。弄一个味道，嘿，完成了，这道叫做一心只想冲高高。Finally， 音乐结束的，本自家朴树一下，朴树一下，朴树拍手一下，鼓励自家一下。好，尝一下。那你先尝碾米，哎，要辣椒。对，就是我带来的辣椒味。你就是有菜脯的辣椒。有吃过这样子的，就是把羊跟花枝弄在一起。而且我比较少吃羹类的。对，超会。其实你都打破了我很多。做的拌饭，做的煮面，米粉。真嘅呢。很可以的，好不好？厉害。来，加柠檬会比较好吃呢。加柠檬那个鲜味更清爽。这个真的很特别，就是我夹馒头或是客家人拌饭配饭，对饼也可以。加馒头也是可以。对，馒头。你吃到件比
干公用班，我们排的这个行程觉得如何？我觉得今天当然是很开心，除了开心之外，因为我觉得，尤其是跟好朋友一起出游，那就会，即便是比如说真的很累，因为外景节目其实真的是很辛苦，大家都很辛苦。然后我就觉得说，一起辛苦，但是也玩得非常开心。那你这印象最深刻，当然说每一样都有。如果真的要选一样，选一样会蛮干。就是你啊，这么，你就是灵魂人物啊。谢谢你有陪着我一起来，然后我带应着该是谢谢你的邀请，我也可以来这边然后一起玩。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我高中的时候的一些陪你这个坐时光机回去。对，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啊，就像来下一狗 Q Q 我的其实每一首客家歌都是我自己生命的生命的经验，也讲来讲生命的故事。我会出第二张专辑，我想我们跑通告你也知道嘛，我们一起几乎都是一起。对，我就是觉得说，因为我们离开家乡很久了，每次回来，我卡乡都有一些变化，就有一些变化。就我突然听到了你那句话说，好像我也跟你一起回到了你高中的时候，就是说，然后感觉到说，你在这里是，就好像我回到小时候。对。那你这次做这张母语专辑，有没有得到就是对你自己来讲很大的一些启发，或者我人生并不觉得我有一天会做一张母语专辑，这还是创作。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我觉得我没有能力的。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只有你自己想象出来你不行，你只要先做了，你就知道能不能。你只要努力先去尝试，你才知道你能不能。对，所以我觉得我在你身上也看到了很多无限的可能。然后做了这张之后，我觉得这张也是。完成了我就是好像弥补我小的时候一个空缺，对不对？一个空缺，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的感情没有那么好，因为爸爸妈妈都很忙，我是很多亲戚这样轮流带大，我可能去住过很多亲戚的家里，对，所以我就觉得家人的爱其实是在人生当中是一个很重要跟很需要被温暖的这一件事。希望今天做料理我喜欢。今天非常棒，我又学了2道菜，露营可以用得上。那我们继续吃吧。好。满树花，秋花染灯金黄，寒天高兴，松懈落秋，春天嘅腳步悄悄滑去，離開落下多年，唔知有幾多改變，有種種嘅心情，唔記得幾多係買年來係買年。一片一片都落满地，一步一步负重前行，一页一页都是记忆，我们都是奇迹。一片一片都落满地，一步一步负重前行，一页一页都是记忆，我们就是奇迹。一遍一遍告诉自己，一步一步负重前行，一天一天我不放弃，这里是绽放美丽。一遍一遍告诉自己，一步一步负重前行，一天一天我不放弃，一生一世都绽放美丽。